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睇下就啲阿權妹嘅同口唱歌，故所以下阿權妹就來唱一段山歌來伴大家聽哦。摘茶愛摘，愛摘嘅兩三皮呐。好啦，唔會唱咁多。今日嘅愛唱一路山歌咯，睇下就第一張唱愛就兩三皮，廿幾山歌就係你客家人頭擺啊，愛談戀愛嘅時節啦，寫來第一張山頭，寫冇係第二張山頭，啊兩三人全部啲嘅摘茶做聲，啊睇下就愛唱山歌，來談戀愛哦。故所睇下就做啲第二，其實一茶對你客家人嘅文化係當有關係呢。唔過一下停定時代來改變，可能大家想到客家人嘅茶，天就想到嘅係可能係擂茶。唔過你今晡日愛同大家小姐係來自苗栗山版，韓國其他嘅我來同大家小姐傳統嘅客家人嘅茶，今日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今日來分享有寬，歡迎你。大家好，我係陳有寬，今日當歡喜都有一片做得同大家見面，謝謝大家。歡迎有寬，接下來係東江嘅朋友，快點來歡迎今天的來賓怡晨，歡迎你。怡晴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怡晨。那今天很開心呢，來到福氣來這個節目，跟大家介紹客家的傳統的茶飲，謝謝。唔錯，有看到我幾靚色，男的帥，女的美，黑董黑上的兩公婆，其實你們兩個很年輕哎，我覺得，就是看起來真的是男帥女美，超級無敵登對。那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哋的品牌的名哎，很多油後色茶，但是在我們的文法裡面，油後色茶感覺不是最習慣的文法用語，感覺是油茶後色。比較習慣呢，那為什麼你們會用油後色茶來當你哋的名呢？其實也品牌創立嘅故事啦，係講，因為其實也四十師啊，雕腔下咩做得排列順序無共樣，其實有無共樣嘅意思，因為做嚟講油後色茶，咩做嚟講油後茶色，咩做嚟講係做變化啦，因為我嚟講。青蔥油嘅係油後色茶，也只油啊，這個油係因為係族譜啊，不卡啊，陳鳳英，你油滋鼻嘅，油滋鼻，代表着是一個就會傳承的意思啦。油後色茶，咩係有講，我取個隻諧音啦，友好，朋友的友，友好的意思。原來按誒，就係分享大家來色茶，你客來，我對你很友好，我請你喝茶的感覺，係冇？係咁意思。韓國亞洲做茶係對當久以前種啤酒地嘅做嘅，係冇？對，都阿公叔就開始做亞洲茶。以前記得有時大部分做到嘅茶係賣到日本去。哇，那品質聽說當好了。應該是當好啦，因為嗰時阿媽出聲啊，咩唔啲，係啊。古時候啊，頭擺係阿公時代傳下來嘅，係唔係聽講人家的品牌的理念，咩係同阿公的理念有相關？係因為我從細就係阿婆過身較早咩，我從細我做平阿公鄉下台，接後佢就會教我當多，不管係做茶還係講做人嘅道理，佢咩接攏係講當多故事本來聽啦，唔像有時我就會講啊。嗰山路，因為你要到山檔嘅工廠，當一行嗰條山路咪，嗰就有一隻奉茶的那個奉茶的亭。奉茶站、奉茶亭。係奉茶亭啊，我特別我就會問阿公講啊，你有冇用安怎？做乜嘅後來好嘅茶，做啲賣錢嘅茶，不用到幾片牆台架設。本免費本台架設啦。阿公就講啊，其實因為一條山路接有人上下。有時人家經過嘅時節最好做得食，還有你做嘅茶好茶同大家分享，爭唔有樣嘅，幾爭有樣嘅雞蛋啦。唔係講你做到好茶，大家食唔到，嗰種咩無效，係啊。所以我一隻品牌，有啲係因為阿公以前係用教我，當我要創立一隻品牌嘅時節我就想到一點，再把這個加進它的一個元素。
唔错，友好色茶这个友好的感觉，跟有关的阿公想办法爱来呀好茶，同大家来分享风茶亭，就是有一个文化跟以前阿公亲人的结合的感觉，对不对？对。韩国雅富卡中的茶，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茶前一阵子有新闻，有那位问题，这个可能农药或者是土地除草剂的一些问题。你要德富卡的茶是无毒种植的，对，那没有毒的种植，其实以前头半年可能为了方便。可能会用一些化学肥料或者是农药的方式来做这个种植的管理。跟雅富卡呢，雅富卡黑马该时间开始来做这个无毒的种植。应该是差唔多都阿公同阿爸传帮阿爸一只时间，因为嗰當時我哋本來勞工廠喺都太平，都粗橋啦，後尾因為分家咩吼，阿爸爸要。農工廠殺到嘅3萬嘅元火山蛋糕，因為嗰隻工廠佢喺瓦水庫。對，永和山水庫嗰邊。因為永和山水庫佢喺大家設嘅水，佢唔係講唔要做農嘅人愛講嘅嗰種水，灌溉水。對。永和山水庫它是飲用食用水。對。因為我們工廠就渡河都嘅水庫頭，嘅蛋糕集水區嗰邊，所以。嗰當時嘅呢種茶嘅地方啦，阿公你哋就希望講盡量做去買些藥嘅，因為那些藥嘅話會影響到不知沒有的，因為永和山水庫夾嘅水輕易又傳到新竹。哇！古說有當到人都是永和山水庫嘅水，古說也水聽說要好好來保護，呢啲水源頭來種茶，來種藥的農作物。假使講，如果我們噴了一點點農藥，佢可能水就會按嚟流下來，流到水兜度，大家就會留下農藥水到都市地度去。係，會有一樣嘅想法啦，係會有一樣嘅疑慮啦，所以就講唔敢去寫藥嘅一樣。古時候係對呀，阿公傳到阿爸嘅時代就開始用無土嘅種植方法來種誒。到永和山水庫嘅時節就會開始就會按樣嘅種法。古時候這片土地是非常純淨的，水質也是非常好的，因為在水庫的水質聽說就濃厚。非常好。非常好就錯有看你按後上，看起來就整然係當後上嘅樣誒，唔係從細到大就近代都沒有咧韓國可能讀書讀體咧就開始來接觸武卡嘅條路按嚟係冇。唔係，我差唔多5歲左右嘅就開始做茶。嗰當時係5歲係搞茶呀，係做茶。應該係天數做茶啦，唔係講自家會本身會做。但是是真的有在幫忙。係，因為嗰當時因為武卡做茶水嘅，做下大量，全部係天數撥茶。我唔係講真件會做啦，5歲哪有可能講會做。嗰是真件有啲嘅天數係做到嘅撥茶，因為我特別撥嘅茶啦，阿公就會本來1人元、2人元就本來有人用錢呐。本來底講啦，愛賺錢愛靠自家，去打拼去努力，你這樣會有另外的那個收入這樣子啦。其實從細記住係按樣教我啦，記住之後講天台下冇講嘅好本人拍攝咧嘅午餐那樣，係所以從細呢做係，這應該咩因為客家人啦，因為客家人當道其實也愛啦教細人咧。大部分當時講嘛嘅，用再講樣嚟教，全部都會身教。對。所以其實當到客家人會下一台咩係你按上忙，因為佢肯定是家爺或者是家阿公雙臂，全部都按上忙，佢就會想，係咪你應該係做下按樣樣去增少，係咪冇去打拼冇去做些，做係叫誒冇正常嘅偷懶嘅。古時候阿公是你的模範。從細就看阿公做茶，生下來呢要見做茶做到太做到呀哈。其實越做啦講實在話，越做越講越難做茶。因為5歲就開始做茶了，一定是想到就知道，哎呀很辛苦，係冇？因為按樣講，大家都按國小國中高中按樣，大家按規律嘅做按人同學朋友啦，規律嘅做按樣教電來教。就會教到胎啦，反正讀書就去讀書咩，讀書下課嘅去做醫療。如果你下課愛聽做茶，我從國小開始做茶，
当接有讲的，你去摘茶的时间，因为其实摘好要变到给卤顺，爱韩国去鸡片，拢去拔下来，拔到拖拉骨当高，佮当时我当小学3、4年生，佮茶大概做边眼眼下那个，所以你远远那样看过去哦，你就看到一只茶包，冇看到你，真是。镜头一直移动。这样硬拔电过去啊！哦，对啊，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每年这样子，所以说就开始让我产生了一种，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人家不一样。再加上这个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对。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张国伟唐宽呐，身为有宽经历过这个青春期的叛逆期之后，后来为什么决定要离开苗栗？后来又为什么会接手转来不卡接受加杜红的事业吗？先休息一下。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要同大家紹介係苗栗一隻同後生嘅兩公婆，也都做嘅茶客家嘅傳統茶，韓國沒有講當到創新的 idea 哦，剛才有講到吼，有關韓式時節5歲就開始做茶，唔過中間因為經過一段叛逆期之後，發生了乜嘅事情？總係推唔轉來，我3點鐘講要做事。所以我做殺做走去台北，到信義房有買屋嘅啊！哇，難怪你家下講按豆花，原來你係買屋嘅哦。係，我差唔多到台北做6年嘅做房屋中介，係。這應該是非常有錢，薪水非常好。按樣嚟講，其實就前面3年啊，做嚟講冇賺到半角錢。真是，因為你鄉下人嘛，到台北其實有當到唔啲嘅，就講連路哪行到哪，就會迷路。對。其實適應當久啦，沒有想過要放棄啦。不過我都知道講，世界愛上來嘅冇成功轉去又講冇面子撈開，所以就讓誒就愛撐下來，讓誒就想愛拼過去啦。我想也應該咩係。身為客家人，行人的硬頸的精神。你講嘅說到佢自家，你自家應該咩動好一條路錯冇？係，因為一條路做嚟講，加個內容，內容係我當講嘅，我當中醫啦，因為講，因為做聾人交朋友，咩做得講，發揮自己的專長，因為自己本來可能就很愛講話，然後。做乜嘅你這影響愛離開苗栗咧？因為你係一張懂好講話，一個很外向的人，如果放假的時間、放假的時間，總唔得同朋友出去了，心肝肚聽抽吃到懂甘苦，錯冇？是分甘苦。對，故時你就決定要來到台北。到台北到第6年的時間，做宿舍嘅朋友結婚。3點爸就係講打電話來問我啦，講因為佢哋老嘅，咩唔想做嘅，佢哋想要講嘅茶葉啊，唔愛講嘅，工廠啦、山方嘅田地土地啦，全部愛來買提起，因為都好，所以講因為都好有人出價愛買啦，我爸爸佢也冇講強迫我一定愛賺，佢就打電話問我意思，佢講唔係買賺來食，我就總下買提起，唔得用體嘅錢本嘅，係愛食嘅話唔就賺啦，我其實我同我朋友考慮當久啦，因為一直喺我當中醫嘅條路啦，當有興趣啦，應該講當有興趣啊，那我一直喺我從細都做到他嘅事情，其實兩隻條路我總做得，因為咪講總做得啦，做得來啦，係啊，但是最主要其實還是因為我太太也在旁邊鼓勵我。真勁哦！對，那讓我有就是覺得說好，那我們就回家鄉，拼拼看能不能拼出一番天地這樣子。好不容易哦，宜晨，你不是苗栗人，你哪片你？我台北人。台北人。對。那你本來從事的工作？我是在金融業證券公司上班。哇塞，這兩個人穿淺穿到稀稀滾，在哈羅外賺都苗栗。我想請問你為什麼會想要？因為你一定也要跟着回苗栗，如果你鼓勵有寬回去的話，你一定也要回去。為什麼你會這麼做？其實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農業，我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我坐辦公室，我蠻壓抑的，就蠻壓抑自己的。為什麼？因為
我其实很喜欢大，因为我其实以前是在南非长大的。对，我在那边14年，所以我很习惯那种大自然的环境。然后后来之后进入证券业之后，做的也是不错。那跟他结婚之后，知道他们家有这样子的事业，那也知道没有人去经营这一块。然后因为我本身看到他非常的努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份努力的精神放在我们自己的东西上面呢？对，也许哪一天就因为我们这样的努力而成功。可是如果你在上班，你不管你多努力，那公司都是别人的。对，所以我就是这样鼓励他。然后，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像我很常看一些介绍农民的一些节目，那我觉得他们非常辛苦，就是从无到有，他其实是大家只看到成品，可是里面很多美感跟细节是你可能要花个好几10年才能研究出他为什么能种植出那么漂亮的东西。对，那是要非常非常多心血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容易的东西一定要有人去接。那我就鼓励他说，那不然我们回去试试看这样子。好棒哦！你偷偷后不用你家都好老公，黑暗美好。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不简单，就像宜晨刚他讲农业真的是多么简单，很多有懂得困难，尤其是长辈跟下一辈年轻人要在交接的时候，不管是从产品本身都行 sale 都保重，我觉得都会有很多的可能世代的可能必须要沟通的地方，对不对？那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了，有空回来家乡，回来接手家里的事业之后，唐共有一件同时期的事情，茶艺系的老母开工厂小体系吗？嘿。因为嗰当时做伙拄好都在做客家人的传统的个茶，酸甘茶。拄好拄到我爸爸佢出国，做出国以了啦。佢出国前佢有交代店讲，廿个货冇开跳台，因为有各种的专业，用专业去拍。传统的方式。对我爸爸拢来讲的个。所以讲，廿个货开的态势啦，用来指导的，按因为去讲的，各种态势，做无穷样。认知不一样就对了。我就知道讲，爸爸交代做按样的态势货，做按样标准做好的。讲师傅，爸爸讲的师傅可能係寫到就會看唔到貨嘅嗰種貨。佢講用在盤，佢講用在盤啊，佢叫做滅鐵，要會戳轉來，佢講按樣嘅長途，一定要用按樣嘅長途。係啲嘅，跟唔盤鐵太啲咧。唔係，因為係開兩類，佢講佢係意思係講開一類，但是我係開兩類貨，所以。兩類貨開下去嘅時間，天然模式到第3日，我走順去工廠看嘅時間，結果我就想有奇怪樣印噴水，個壁全部按無所按啊，我想有按發生乜嘅事情，我實就天門打開來看，結果我一看到都，差唔多幾百斤嘅酸甘茶，全部就種下小槍，因為按樣嚟講。不過好鹹人阿爸啊，雖然阿爸佢做3-4年咧，唔是小鐵過啦，東南亞片做小鐵，所以每次都是每次都當老開，但是佢咪有想講，有一年係將個小鐵嘅花會燒到工廠，所以佢做到別行，到個專業嘅當一條水管咧，佢當時就係火燒上去咩，燒到個水管嘅熔鐵，個水噴出來滅火啊樣。係啊，幾好地咯，好地啲啦，個小艇係咩唔對樣架實啦，因為真係冇架冇實，佢出國轉來，你就去接機咩，接機嘅時間，我就講，爸，我有件事情要同你講，如果唔談起以後，絕對做唔得忙啊，我爸講冇可能啦，你講乜事情，你先講，我就講。我就猶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講。後來我受不了良心的譴責，我還是告訴我爸爸說：“爸，給酸甘茶小鐵。”他第一次他還以為我在講什麼，他說什麼小鐵。然後我說酸甘茶，用幾下小鐵，他講嘿啊幾下小鐵。從此之後，從機場桃園到美麗的木卡，差不多22分鐘就比台媽姨媽啦。有香草嗎？有。我講。你做香來個盤那個去嘅貨，佢咩睇嗰個操作來按做會啊，我做按用啊，然後搞不清楚嘛，所以就跟爸爸
车上大吵架，而且又刚好适逢塞车，吵很久，吵得更凶，吵很久。到后面我不跟我爸讲话了，就严格哎，就严格啊，就吃到讲，龙爸爸讲法讲唔会痛，哎呀，就是这一段缘由啦。但是后来也是有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开来，我爸爸就有一天就叫我，就是隔2天啦，就叫我过去，他就说我跟你讲，现在火就是长这样，你现在看清楚，拍照拍起来。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不对了，那我也跟他道歉，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是沟通没有讲清楚，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有跟我讲清楚，我不会这样子做。也就会依照经验的传承，所以阿爸有技术，不过也哈佢总系要从本来的啊，这样做会出暗后的后茶。就像今晡日带来的有亚的做在像有宽跟宜晨同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有的茶有哪几种吗？做对啦。好大家观众朋友看到的迄只叫的柠檬红茶，鸿运柠檬茶啦。鸿运柠檬茶。柠檬茶。嘿，也做安尼客家人传统的酸甘茶。酸甘茶。再过来安尼有做只茶包，也要迄叫的柠檬茶的茶包。柠檬茶的茶包。也安尼的包装啦，安尼包装出行较后上的路线。对，人家就会包装像啊，他看到这个客庄红，它是金萱茶青做的，要那客庄红它给包装是白色的铁盒做的耶，而且加这个红色的纸很漂亮，黑强蛮严重哎，暗强这么厉害的设计师。设计师今天也有来，设计师今天也有来，该不会就是旁边美丽的宜晨？没有错，就是他，好厉害哦！对啊，因为自己喜欢设计啦，所以有上网找一些怎么画图的那些程式，去自己去试试看。哇！毕竟回来创业前1分真的是钱都花在刀口上，而且包装一下子都会好几10万这样。是设计，其实是花脑袋的东西。对啊。哇！鼓手有看到冇？利用啥按上嘛？用家的后生人的头脑、后生人的创意来创业不？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家的故事。福喜来嘅节目，刚刚还蛮少几题吼，有款同宜晨亚的乌卡茶，除了亚的以外，还有安东马街，还有除了现场有陈设的以外，还有哪一些茶？我们本身还有像四季春，对，四季春也卖得很好，然后还有东方美人茶，还有蜜香红茶。这些都有，对，这些都有。韩国先从带来耶，当然就是阿 Q 妹的试喝时间啦，这是主持人的福利冲猛。刚刚看到这个客庄红，它下面是写金萱茶，金萱的阿 Q 妹改英雄董族，这比较类似是乌龙茶。对，为什么你们会做成红茶？其实因为其实每一种茶种啦，它在制作方法如果做一个改变的话，它其实都可以变成红茶、绿茶或是清茶。对，那因为我们金萱在我们的海拔不高，我们没办法做出像高山或者阿里山那种的金萱乌龙茶那么的香。对，那因为我本身也很爱红茶，所以我就有一天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做成红茶。就没想到哇，做出来竟然有一种甜味，然后我们就去研究，原来因为我们苗栗气候很闷热，那其实像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东方美人茶，它特别是它的有一个蜜味很重，对，那它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小绿叶蝉去吃它的叶子，那其实因为在苗栗的地方它很闷热，那我们的金萱茶也有被小绿叶蝉吃过，对，所以反而做出红茶，它有个特别的蜜香也有出来，对，而且你刚它吃色啦，我觉得它没有红茶的苦涩味，对，然后反而还有一点点乌龙茶的回甘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很特别。对，哇塞，原来金萱做得用来做红茶哎，就唔低。韩国顺丰刚刚有看到这个柠檬茶呀，看到后有一系列像那个酸甘茶的概念，但它是柠檬茶。阿 Q 莫亚哈树后面有一包，而且这个很有趣哦。这是要给人家发泄用的，对不对？没有啦，那个只是开玩笑的啦。因为有一天那个客户就是有客户跟我们在购买这个东西嘛，其实讲要除了说做含做嘛，我讲你讲心情唔好，你就拿来带吧。好，反正你要说一天要靠鼻吹咩？你用带没做的啊，你带吧一做就会发泄，就发泄就是了。结果时间一久之后，有时候就常常拿这个来开玩笑。那也有客户
会真的回去就是发泄。对。好啊，有没有压汗感就来发泄一下？真的会碎耶！其实我们当初就是去找这个比较耐敲的袋子，所以其实你这样压一压，它那个可以防止它茶叶喷出来。哦，对，所以你敲碎之后，你再把旁边有个小口可以把它撕开。哎，被我压破，被我压爆了，看得出来我压力很大哈。哇，压底度就真的全部就绵绵哎。那这样子是1颗的量，对不对？对。1克的量，那我如果要泡一个，假设可能350到400的马克杯，我大概要多少？其实大概你就抓它1整颗1/4的量，所以大概就是一点点的那个果肉里面的茶叶，跟记得外面的皮一定要捏一点点进来泡。哦，对，因为重点是它的皮，对，因为它是陈皮。哦，对，原来是这样。但是，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做柠檬版的这样子的茶？因为我其实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子的茶。对，因为其实我们回来接之后，我们就开始出去跑一些世贸展场啊、花博啊，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推酸柑很难，因为当你在解释说，因为酸柑茶是用虎头柑去做的，但是没有人听得懂什么是虎头柑，感觉是客家人才有。对，那我们就一直想说，那怎么样让人家去懂得它，然后有同样的功效？我们就要同样是柑橘类的柠檬，去做。然后柠檬跟人家解释，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柠檬。那再从柠檬反推回去酸柑茶，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做出来的。哇，古松爱压它素烘哎，就是这个，它叫做红韵柠檬茶，对不对？然后它是柠檬加上红茶，那里面还有哪一些的东西？我们就是加蜜香红茶，然后荆棘跟佛手柑。对，一般就是有人会加一些中药材在里面，但是我们有发现中药材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对，所以我们只纯粹放一些比较天然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佛手的味道好香哦，对对，它是淡淡的散出来，然后雷梦同红茶本来就是非常搭的2种东西，对，所以用柠檬的方式，柠檬红茶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其实客家人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叫做酸柑茶，对不对？对。哇，那你们的酸柑茶跟柠檬红茶都是用传统的方式，因为我知道做这个非常的困难跟麻烦。对。那甚至要经过非常多什么蒸煮啊、挤压啊、很多，还要绑什么的。那你们的柠檬有特别挑选过吗？你的柠檬做迄拥有吉源谱认证的柠檬，你尽量通咩偷较太粒的，因为让做药较有营养。系啊，无会法吼，给做伙变到讲，因为做那样的东西啦，手工做迄多啦，一细粒的话也难做啦，所以你尽量要挑，要偷样的较太粒的。哦，它太料呗，雷梦来做，韩国你们也有挑选过它的来源是安心的，对，所以像你看到那个柠檬上面那个竹片啊，它其实不是装饰品，它其实只是为了防止它在制作过程中茶叶散落，所以把盖子压在上面，然后用竹签。那你刚刚不是有提到以前是用绑的吗？对。但其实我们后来有去做那个检验的时候，发现用棉絮绑的话，它在制作过程中的高温，它会散发出一种那个棉絮，它是对人体有一些有害的。所以我们后来都是用天然的竹签，就是每一个去削，然后把每个去挤压在里面这样子。看下的好赏你，不但没好做努塞，但是他们从这种小小的细节，他们都会去注意到。所以你们用柠檬茶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酸柑茶。所以阿 Q 莫应该，其实虽然俺还没有厉害讲，你够讲起来懂排塞。我是没有喝过酸柑茶的，干嘛用耻笑的声音来笑？我后来是看啊。这个酸柑茶跟柠檬茶不一样哎，而且我觉得这个柑橘的味道是很明显的，柑橘的味道跟柠檬的味道感觉是就是很温顺的柠檬红茶，但是柑橘的味道它比较清楚、比较明显的柑橘的味道，对不对？那它的茶也是红茶吗？它就是用乌龙茶比较多。乌龙茶。以前有做一批红茶，但是我们发现乌龙茶比较能衬托出它的味道来。对，那一样我们也只是加荆棘、柠檬跟佛手柑。对，然后就把它那个虎头柑本身的味道把它带出来，这样子。对啊。所以听说你们除了做乌龙茶的版本，也有其他口味的版本，对不对？对。
我们有做像之前有试过东方美人茶，哦，对，然后还有刚刚说的红茶嘛。那未来我们也有想要尝试，就是单纯只放茶叶，让茶香的味道更出来，这样子。就是只有虎头柑、桶茶、米西比较单纯的味道。哇，因为其实啊，刚刚泰嘎妹有看到一系列胸片，就是做这个手柑茶的粉色。我知道非常非常复杂，可以请你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做的工程大概有多少吗？大概差不多啊，14道手续啊。14道。对，那因为只有大概其中啊，因为像说亚洲亚上干茶咩，摘转了以后，你先别空嘞，你先打，都要当过打一只空嘞。打一只空嘞，打开以后，底部肉转出来。转体以后，羊肉用香盐还有荆棘啊条，记得柠檬呢条，混合，搞水来，搞水以後用茶葉咧，下去做混合，混合以後，要來撞轉去要食轉去啦，食轉去以後唔要傾嘅，比底部我當係，對，因為裡面是很扎實的，比底部當爆當扎實啊樣，樣做好嘅改嚟做減轉去，咱我還有嘅前置作業做迄，你鋪嘅做嘅咩，你削一片一片啊樣，容易放到嘅改嚟當過，再過來做迄要整，要拍要曬。哇塞！硬重复啦，还要一直重复。牡丹枪这个工序很复杂，很爱硬重复。哇，难怪你用啥吼，真的看起来2个身材都很好，因为太辛苦了。好，今日出台有按到的茶饮哦呀，还有那个以后非常非常养生的产品。叫做茶油，对。那今天他们给阿 Q 猫一张动态的挑战，就是要我生喝苦茶油。其实你喝的时候，你先含在嘴里，然后大概就是用舌头先去，就是搅拌它，类似一种油漱口的概念。漱口，所以我要拿苦茶油在嘴巴里漱口就是了。对，然后再把它吞下去。因为像这是中医师非常推崇用油漱口，它可以预防牙周病。有什么感觉？它有花生的味道，对，而且因为它是生油，它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生油的那个青味，苦茶油本身的青味在里面。这个是香的耶，它是香的，因为其实我有时候很惧怕那个苦茶油炒青菜，那个苦茶油特别的味道，对，但这个好香哦。对，那其实这个苦茶油刚刚讲到用漱口的方式，还有比如说它是对我们的肠胃生喝对肠胃比较好吗？对，像我之前在证券业，我压力很大，所以我那时候有胃溃疡，就是不吃胃也痛，然后吃饱胃也痛，然后认识他之后，我婆婆就拿了一瓶苦茶油，她就说你早上就空腹，刷完牙之后你就喝一口，然后就这样喝到大概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就好了。然后我后来有上网去找一些研究资料，它其实里面有种成分叫角鲨烯，那角鲨烯它是一种消炎的作用，对，所以为什么以前古时候都说坐月子女生要用苦茶油，它其实是帮她的伤口去做一个愈合比较快，对，所以为什么胃痛、胃溃疡人喝苦茶油它会好，因为它有一种可以帮胃做修复，对，真的，我觉得吉用啥后要用公朋周省里很真诚。而且他们，你看苦茶油也是气嘎黑吃哎，我觉得年轻人回乡听一张2本给他的鼓励，听一张黑强给他的共发，要信任他们，就是信任他们这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的是把他们的真心用在他们的品牌上，推广他们的产品。然后也知道你的轻强的手台，真的很佩服你们。谢谢。每种什么样的节目也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你们，谢谢。每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好好来做运动。